各位街坊，我老友阿明上個月俾人呃咗30幾萬啊，同大家分享一下，唔好步佢後塵啊。阿明係點樣俾人呃呢？咪走咗去做二手鑑定師咯。以下就係騙子嘅套路。第一招，同你畫大餅，吹噓二手鑑定師係未來嘅金飯碗啊！你學完嘢之後戴個白手套就真係以為自己係專家，實際上連 A 貨車線都分唔清楚啊！第二步呢，就俾張廢紙證書你，印住乜嘢商學院嗰啲，再呃你1萬幾千入會費，做朋友圈分銷，幫佢哋賣嘢仲要交錢。開頭可能有3-5個親戚朋友會幫襯你，你就真係以為賺到笑。到咗第3步啦，佢就氹你開鋪，投資30幾萬，月賺10萬，好輕鬆啦。結果塞咗批3年前嘅過氣款俾你，靠住熟人買完一輪，你就等執笠啦。舊年全國幾千間鋪執笠啊，啲庫存貶值咗6-7成，當爛銅爛鐵咁樣買。日本中古市場流通得就話快啫，我哋呢邊你個貨到生手都冇人接盤啊。最後提醒大家一句，見到朋友話包考證包就業，你就即刻彈開啦。正規鑑定師要考國家資質噶。第二，朋友圈超低價名牌90%係翻新貨嚟嘅，記得叫賣家開紫光燈照片碼。第三，真係要去買賣就去太古匯嗰啲有頭有面嘅大店鋪，唔好去朋友圈買啦。阿明而家晚晚仲開滴滴還債，大家冇步佢後塵啊！記得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噶？好啦，我哋今期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見。